各位，歡迎收睇2026年6月8日嘅特別天氣報告。現時嘅時間係凌晨1點12分。歡迎收睇凌晨1點半嘅颱風速報。依家黃色暴雨警告及雷暴警告現正生效。喺中間嘅圖見到呢，係有一啲閃光發出嘅，考慮應該係閃電嚟嘅，應該係閃電，冇可能依家1點幾突然間就日出啦。我哋依家睇下特別天氣提示。受一道廣闊低壓槽影響，星期一至星期二初時本港天氣不穩定，有驟雨及狂風雷暴，雨勢有時頗大。市民上班上學前請留意天文台天氣提示和天氣警告信號，戶外活動時亦必須留意天氣變化。呢啲我哋唔睇下，我哋睇第二個啊。與廣闊低壓槽相關的強雷雨帶正影響本港，是否需要發出紅色暴雨警告信號，要視乎該雷雨區發展。市民應保持高度警惕並留意最新天氣消息。呢啲我哋就唔睇，應該知道啦。我哋而家睇下呢個雷達圖像。依時雷達圖像見到呢，黃色呢個地方呢，就係香港受影響嘅位置啦，應該都偏喺九龍城區嗰邊嘅。我哋見到呢黃色嗰啲呢，睇下呢個比較圖，應該係落緊30至50毫米每小時嘅雨嘅降雨量。好啦，咁依家嘅特別天氣報告完畢。最後再提醒多一句，請市民們提高高度警惕。再見。